歡迎翻嚟東大透視啊！呢一期呢係一個臨時更新嘅節目。琴晚廣東清遠發生咗一次小型地震，喺冇幾耐之前呢，河源亦都發生過地震。我根據呢兩條地震信息，結合廣東嘅地震歷史，整理咗啲數據，得出一個驚人嘅發現，就係一條全新嘅地震帶區域，以及一啲顛覆自己以往認知嘅情況。喺度呢，我先預言一下，喺不久嘅將來，廣東嘅肇慶到陽西一帶，以及揭陽同埋汕頭一帶，一定會有一次6級以上嘅地震。咁下面呢，我先介紹一下最近嘅兩次地震。第一次呢，就係琴日發生喺清遠嘅地震，震中位於北緯23.62度，東經113.17度，烈度係4.3級。第二個係之前嘅河源地震，發生喺5月30號。位於北緯23.72度，東經114.68度，烈度係3.0級。呢兩次地震唔單止烈度相似，震深亦都係十分之相似。咁就令我覺得呢兩次地震係咪有咩關聯？因為一般嚟講，廣東呢度發生地震嘅機會就唔係好多，印象中亦都冇咩大型嘅地震。咁我就利用 AI 搜索一下廣東地區嘅地震歷史，揾到咗一啲結果。大家可以睇睇屏幕，然後我將啲大型地震嘅歷史結果連埋一齊，發現咗幾個關鍵性細節。首先係呢啲地震並唔係都喺廣東省沿海，沿海地區嘅地震區域只有陽江同埋汕頭。我讀書嘅時候都以為廣東係亞洲大陸板塊同埋太平洋板塊嘅交匯處，呢啲交匯處係大海同埋陸地嘅連接處。但係如果地震係板塊碰撞產生嘅話，呢個沿海接壤論並唔能夠解釋從江門到惠州一帶從來冇發生過大型地震。其次就係呢啲地區係可以連貫埋一齊嘅，從陽江海邊沿住陽春、肇慶、四會、清遠、河源兜咗一個大圈，再返到揭陽同埋汕頭。甚至我可以合理懷疑，呢啲連接會延伸到台灣嘅南部。我呢個圖係臨時製作嘅，汕頭地區就冇顯示出嚟，呢個請大家見諒。其實板塊嘅交匯處好可能就唔係全部都係海邊，而係有一部分喺珠三角嘅外圍，廣東嘅北部。然後就係河源嘅新豐江水庫嘅地震問題。事實上廣東經常可以感知地震基本上都係源於呢個新豐江水庫。社會上嘅一般觀點就認為，因為新豐江修建咗水庫，水壓導致地面塌陷，然後產生地震。但係如果按照上述嘅板塊連接理論，如果我哋反過嚟思考，正因為長期嘅板塊碰撞，先會導致新豐江地區形成咗今日地形，有利於修建水庫。尤其係河源地震嘅震央深度，好難用修建水庫去解釋。按照以上3點嘅綜合分析，我有一個大膽嘅預測，基於最近河源同埋清遠嘅地震，以及曾經發生地震嘅歷史，喺不久將來，從陽春到肇慶，以及揭陽到汕頭嘅區域，有極大嘅地震爆發風險，而且係6級以上嘅地震。我唔知道呢啲地方而家嘅建築抗震能力如何，希望到時候啲地區嘅民眾安好啊！呢期節目先到呢度，我哋下期見。